佐敦作為九龍半島嘅核心區域，近年隨住政府積極推動舊區更新，加上高鐵西九龍站帶動嘅跨境人流與商業活動，令佐敦投資氣氛持續升溫。本次放售嘅白加士街15號 Y Centre 全棟物業共17層，總面積大約22,336平方尺，現為商業樓宇用途，地下部分為商鋪用途。隨住政府鼓勵商廈改作學生宿舍，此類乙級商廈發展潛力優厚，尤其係物業鄰近港鐵佐敦站，前往西九龍高鐵站亦相當便利，生活配套完善，極具改裝彈性。目前物業連租約出售，買家可即時收租，確保資金流動性，同時捕捉未來資產升值空間。值得留意嘅係，是次放售價較6年前成交價大幅折讓近25%，明顯低於市場水平，反映業主積極試水，為投資者提供難得摸底機會。佐敦一帶全棟放盤稀缺，加上區內重建項目陸續啟動，未來價值釋放空間龐大，無論作長線收租或者改裝增值，均屬策略性入市時機，把握當前低水優勢，提前佈局區內升級轉型紅利。有興趣人士歡迎聯繫美聯旺鋪。